我敢食，你看，就是因为阮这100%天然种中药材加迄个，安尼食，我食迄种，安尼食，系啊。伊也无啥物啊，啊，伊这内底规个拢种中药嘛，伊无啥物化学物件，咱家做。加卜记，淡薄啊，甘甘安尼，感觉甘甘，一点啊拢无。拢无，拢无。来这嘛是哦，来哦，这当食。小等下，看有法做。对。哦，面无变青， 10秒有。 10秒有无？安尼无毒。因为无温开水，有时啊过一下温开水较适合。你先。哎呦喂啊！敢若囡仔食糖的哦。什味？真正是有成迄落，人去食迄胃散迄款的。迄种口感啊。哎呦，小可有迄个薄荷，小可咧，啊，还有即款就是中药。啊，你讲张国洲迄种味啊？对。什么八仙果嘿，吼，那就是你是迄种食起来甘甘啊呢。袂怪怪呢。真的哦。会晓少杂的，唔当食了，咱我那是运气煞咧。好啊呢。好啊好啊。哦，下句好啊。